近日喺北美洲同埋東南亞啲國家咧，都陸續出現咗一啲麻疹爆發。受感染嘅人士咧，主要都係一啲對麻疹冇免疫能力嘅人，尤其咧係一啲冇注射麻疹疫苗嘅兒童同青少年。睇翻香港方面咧，有賴我哋兒童疫苗接種計劃咁多年嘅努力，兒童麻疹疫苗接種覆蓋率咧，香港咧一向都係保持喺95%以上嘅。故此咧喺香港發生麻疹大爆發嘅風險咧，屬於偏低。雖然係咁，喺社區上仍然都有少數嘅市民咧係未注射麻疹疫苗嘅。佢哋大部分都係一啲唔喺香港出世嚟香港讀書或者工作嘅市民。我呢度呼籲，如果仲未注射麻疹疫苗嘅市民，又或者唔清楚自己有冇接種過2劑麻疹疫苗嘅市民咧，應該盡快揾翻自己家庭醫生安排接種啦。如果需要去一啲麻疹高發地方旅遊嘅市民咧，應該盡快睇下自己嘅疫苗接種記錄或者係病歷。如果係對麻疹冇免疫能力嘅咧，應該喺出發前最少2個星期揾翻自己家庭醫生安排接種，保障自己嘅健康。